过来是台中沙鹿国中3年的学生杨梅梅，是电竞的好手。全国中等学校的运动会，伊参加4个项目的比赛，摕到3块金牌，实在有够牛。 200公尺短跑，沙鹿国中杨梅梅典型惊人的加速，走出24秒42得到金牌，破大会纪录，仅差0.06秒。另外，杨梅梅嘛伫100公尺甲400公尺接力摕到金牌，伫国中生涯最后一摆全中运的比赛包办3金，创下个人上好的纪录。有纪念，可是还是有一点遗憾，就是可能本来要拼4金。今年5月时，杨梅梅本来打算要去法国参加世界中学生运动会，不过当时因为正脚目发炎，甲教练讨论过了后，不得已只好放弃。就是算是割舍那个参赛的机会，然后顾全现在的一个全中运这样。为国小3年就开始训练，伊希望有一天会使伫国际比赛场顶挑战自我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